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咱《义大破关》。欢迎大家，祝福大家，是的，大家平安快乐。大家拢准时哈，谢谢线顶咱的木火大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哇，咱的文东大哥，哇，今仔还有咱这个姚大哥，谢谢你哈。来，冠中大哥，咱的美芳姐，谢谢米子姐姐，明福哥哥，文龙大哥、坤兴哥哥，秀芳。许大姐好，龙弟大哥、文春大哥、素梅姐、康苗姐姐、阿碧华姐姐、个姑姑姐啊，感谢咱徐爸爸、徐妈妈，这拢总赶紧上线哈！来，赶紧坐我来哦哈！是啊，谢谢，平安，感谢。这个一间像这个股票上市的公司，大家应当拢会知影哦。这个永丰余是这间公司啊，伊咧创啥呢？真大间啊，股票上市啊。对。伊就是咧专门伫咧做纸的。做卫生纸呀。对。做纸的时阵，有做这个研发部。是。这个研发部的这个部长陈经理啊，伊本身就先伫咧提醒啦。是。伊咧做纸嘛，咧做啥呢？伊伫咧做咱的卫生纸。也甲咱做这个面纸。卫生纸咧切尻川的。若面纸伫咧切面的，安尼了解啦。这呢，咱去讲这物件呢，当然先是甲咱做这息息相关啦。伫咧讲到做这伊本身，跟咱的生活当中有关系啦。当然，这个呢，伊这个制作无共款。伊这两个，这个面纸甲卫生纸，这两项无共哦，无共款哦。这个差异无共款。但是呢，两种纸的时阵，拢是做这个原生的纸张，是，落去制作。对。拢总经过做这个消毒的这个程序。卫生纸伊无搁再加工，嘛无添加任何的做这个添加物啊。面纸加工，添加一寡做这个湿强剂。所以讲伊放伫这个水内面的时阵呢，也是讲马桶内面，伊较无容易啦散去啦，断去啦。也是讲裂开啊！所以讲，你若是面纸，甲装落马桶内底，伊是会塌掉的哦。是，所以讲呢，无适度来甲冲对这个马桶内面。对。伊佫添加一寡像这啊面纸啊，添加一寡这柔软剂啦，以及各种的像这个呢活性剂。所以讲像这个面粉啊，甲这个粉尘的时阵非常的济啦。是。也一般人先认为讲像这个面纸，伊像这个纸质。纸质较好啊，嘛较贵啊。是安怎呢？都是因为伊本身的先佫加添一寡像这个这个一寡物件，添加物加工较济啦。对，所以讲呢，使得就讲伊的这个成本，对，伊的成本会提高啊。较悬，当然伊的售价的时阵也绝对较悬的对。但是像这个陈经理伊咧解说，这专家咧解说哦，注意听哦。注意听。这个面纸的时阵呢，袂使当作卫生纸使用。你尤其是讲一寡像这女性朋友啊，绝对袂使甲摕这个面纸来甲伊切啥，来甲伊切下体。会舒心啦。对，会舒心。除了无卫生，嘛有可能引起像这个发炎，也是讲一个溃烂。也是讲甚至严重变成像这个呢癌变、癌变。所以讲千万都要注意的。是。也有像这个面纸的时阵嘛袂使摕来切水皮。面纸哦，老师咧讲的面纸，啊，袂使摕来切水皮。那安尼？这个以免感染到像这个咱的加添伊这个柔软剂啦。来，老师啊，安尼讲啦。老师咧讲的，毋是切面哦，伊意思讲切这喙壳。所以讲咱来食物件食的时阵。你若是要出这个喙的，切这个喙的，你唔好摕面纸哦。对吼，较袂讲起来也去感染到就这个咱的这个添加的柔软剂啦、活性剂啦，包括像这个粉尘啦、粉尘，拢食的时阵入去安尼啦。所以讲这病从口入要注意。也敏感体质的人，对无？伊会感觉讲就切掉的时阵，会感觉讲袂适应的这个反应。甚至长期使用太过敏哦，会得这个歹物啊。哎呦，这今仔安尼足重要吼。是啊。这老师啊，我解释一下，
这有诶，咱跩时代拢有感觉甲方林共款。我若今日无听老师安尼讲哦，哎哟，面纸啦，伊讲面纸就是面纸啦，卫生纸卫生纸你就知影讲，咱便所咧用诶拢总是卫生纸对无？正讲诶。啊，你若讲有诶人讲，哦，这面子较好啦，包装嘛较水啦，而且呢，你感觉讲伊加足柔软诶，对无？哦，安尼阮兜用较好诶，摕即个面子，家己入去便所内底，安尼是无正确诶哦。哦，啊，你诶面子干若是会使切面尔，哦，切一寡东东西西，切一个手，但是你就是袂使摕来切喙啦。是，讲一个结论啦。哦，你如果讲，做这内行人诶时阵呢？会使讲伊厝内面啊，若知影的时阵呢，制做这个纸过程原理的人，伊厝内面呢，会使讲是拢总无咧用面纸啦，拢尽量专门使用做这个卫生纸。所以讲咱有这个观念了后，先唔通像这个开真侪钱，佫伤害到家己身体，来以上报告。人咧内底经理出来讲的哦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吼。爱听入去哈，好来，谢谢梅香姐姐、sensu哥哥，来恁的歌声有收到。今天的节目是来义大伴歌声，来，今晚要来进行到咱这个头一阶段，准备来点歌咯。头一首歌曲《可怜轮回再会吧》。如来の恋よさよなら。如来のさよなら。第二首《暗淡的月》。无论你怎又窈窕美丽，我已经不再为你痴迷。来第三首《阿龙阿龙》。安定生活人爱，唔通时常来做歹，何必怨叹阮命歹，若是自己行出来。第四首啊，这我的歌哈，《绝情风》。何了这呢做爱着爱情的路途，往水下，往水下，哪首的歌曲？来第五首歌曲《走马灯》。是幸福是不幸，关键来做成。来安排今仔上尾的这首《山野花》。思念着花蕊清芳，在梦中搁再开始张。好来，以上6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准备来做互动哦。来，咱准备卡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-317。8326-317。中华县市、华国县市加控制。来，这首歌曲。谢谢。来，头一首歌曲是《可怜轮回再会吧》，暗淡的月，阿龙阿龙，绝情风，走马灯，山野花，以上6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喂，黄明大哥，早早。黄明哦。嘿，你好。
哦，江你老师你好。我伫遮。来，大哥，今仔想要听倒一首？我点第3到第6。好，我写开啊。 3跟6，谢谢。好，平安哦，谢谢。来，佳佳。光临。嗨。郑老师好。好。来，要听倒一首？绝情雨加酸花。情雨。哦，好。好，没谢谢你。问题。跟6。谢谢佳佳喽，平安啦。来，叶大姐，台北叶大姐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哎，叶大姐要听倒一首？第6首。好。第6首。没问题哦，哈。好，我写开哈。谢谢。平安。Mango flowers。来，金婚小姐你好。哦，汪玲小姐你好。是。要听第4首甲第6首。哦好，我写开哦哈。来去啦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帅哥美你好。好，大家好。素梅姐你好。今天要听4跟6。哦，4跟6。哦，我写开哈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好，平安。哎，你好，秀芳姐。你好，我要点那个第2首甲第3首。好，我写开哈。暗淡玫瑰甲阿龙阿龙。收到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秀芳哦哈。好，平安。哎，你好，素儿姐。你好。好。第6首。下大姐，山野花。第6首。第6首啊。哎，收到哦。好，我写开啊，嘿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哇，淑珍姐哦。你好，欢迎。还有郑老师午安。好，快乐，平安。我要点那个第2首跟第5首。好的，没问题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淑珍姐。哎呦，李慧姐啊。小姐。黄大姐。我甲你问一下，你讲伊讲叫你线卡，线卡甲你服务者哈，你等一下。来，线卡，咱会在哦。小姐，服务者咧。16线，嘿，16线线卡服务者来，碧莲姐你好。喂。碧莲姐啊。专宁你好。嗨。我要选第5首跟第6首。好，我写开啊哈。好，谢谢。碧莲姐，感谢。哎，你好，婚恋姐。你好。哦，阿姐，你今仔想要听倒一首？3个4啊。3个4，阿龙啦。好，没问题哈。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感谢婚恋姐哦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有大嫂。喂。阿嫂你好。阿嫂你好。美女，帅哥老师好。好，平安。阿家拢穿起来够水哦。咱穿红的啦，别穿黑的啦。整理好啊。我来。恁大哥讲大个话甲刷个话啦。好，安尼无问题哈。好，阿嫂我写开啊，嘿，谢谢，感谢。哎，你好，康苗姐姐。你好。康大姐。好。我听4甲6。4甲6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绝情雨也甲山野花。老师，山野花先准备哦。好来，我叔叔。你好，梅香姐姐。江莲你好，我选第5、第6、第1。好啦，我写开啊。哦，谢谢。哦，来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徐大姐。你好。那个我要点第1甲第6。安尼哦。好，我写开啊。谢谢，拜拜。再见。哎，你好，陈妈妈。欢迎，嘉玲。好。你今仔我听绝情雨，还有芒果花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陈妈妈哦，感谢你。还有明浩哥哥。你好，两位好，平安拢请来了。严大哥。我2天无听到你的声呢。都有咧无闲。我知啊吼。你会知啊。好，紧来。来，3、6啊，3、6。3跟6晓。3跟6。好，我写开哈，谢谢我来明浩哥哥哦哈。来。无言照。喂，你好。我选第4首。绝情雨。好，这首哈。绝情雨啊。好，来是明浩哥，感谢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喂，坤信哥哥，你好。36。好，无问题哈，我写开哦。好，平安哦，谢谢。来，安排这首是咱的山野花上侪人点的哦，吼，放你来甲咱献唱哈。
来继续话题是咱文东大哥、佳佳、叶大姐、金婚姐啊、素梅姐、宋娃姐、碧莲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康苗大姐、梅香姐姐、许大姐、陈妈妈、明福哥哥、坤勋哥哥收点没有？来哦，我来这走。山野花啦，山野花吼，好啊，老师换你唱阿龙阿龙哦。阿龙。哦啊，来锁定，谢谢康苗姐姐，咱来进丁大哥、邱景阿嫂、吼吴佳敏大哥你好哈，焕忠大哥、屌心大哥，谢谢丽华姐姐、素梅姐、水叶姐姐、佳佳，哦，搁咱的桂清大哥哈。啊，尤大哥、尤大嫂、姚大哥好，我拄则就拍扑啊啦吼。来，严明虎、严大哥，谢谢，感谢梅香姐姐哈，你满满的扑啊声哦，啊，芳龄拢总有收到哈，谢谢。啊，咱若讲吼，啊，咧听歌，那听一电话甲阮亮两声、三声，你就会当挂掉。啊，但是你会记得哦，拍扑啊专线有专线，真像昨咱咧要紧讲迄个大埔的时阵。哦，啊，迄大埔吼，一个拢总久啊啦，无甲咱观众朋友推荐，啊，就无回啊。结果一个讲落了，昨拢总直直满线，啊，真侪新朋友啊，
好，直直卡去派出所专线，派出所专线无接啦。哦，咱会记咧，你若讲任何你想讲哦，产品无清楚、无了解，你要甲放人家以为，你会当卡咱的0800迄支，毋是派出所专线，就是咱的订购专线。另外，搁咱的节目专线，拢总会使卡哦。谢谢。我人爱，唔通是想来做歹，何必怨叹阮命歹？若是自己行出来，你若有心事，无通了解。请你勇敢表明出来，唔通叫风阴吞落腹肚内。社会人人唔是无花无目屎，阿公阿母，请你来过去做错是阮不该，做人着爱注重自爱，道理也已经了解。是想来做歹，何必怨叹阮命歹？若是自己行出来，你若有心事，无人通了解，请你勇敢表明出来。叫风云吞落腹肚内，社会人人唔是无花无目屎。阿公阿母，请你来了解，过去做错是阮不该。着爱注重自爱，道理也已经了解。就是咱观众朋友所爱听介意的歌曲，叫做《阿龙阿龙》。哇，来，这首是阮拢哥哥吼，小芳姐、阮训练者啊，明福哥哥甲昆星大哥所点的哈。
来线顶吼，咱再次给咱拍破的是雕星哥哥，咱这个康苗姐姐，谢谢水月姐哦，咱观众大哥秀芳佳佳，谢谢苏梅姐、苏珍姐、永玉大哥姚大哥，谢谢。迪巴咱有蔡大姐哦，感谢。哇，咱的婚恋节也拢上线吼，文东哥哥，伊上介意吼，是达意龙的歌，伊讲啊这是。真正嘛足有感情。嘛是因亲情啦，伊讲这网友亲情嘞吼。嘛真正高唱。高唱，真正高唱的吼，开口无共款的哈。好，来谢谢我们的赖大哥哦，感谢恁的捧声。来，我今日来进行到第2阶段咯。第2阶段就是咱这个听歌、摇歌名、动动头脑哈。是。好咧，要来送互咱观众朋友哦。今仔送的是共款这领哈，内底剩无几领哦。哦，注意哈。咱正港鳄鱼牌哦，嘿，这酷奇牌，这百货公司吼，专柜内底的哦吼。精品店内面才有。对，所以讲伊今年材质料质，观众朋友恁来摕到时阵，绝对是咪的啦吼。是 Q 底底。六尺、是毋是？6尺、7尺的，甲恁翁吼绝对袂讲烧牛皮，有够大领伫咧。来，今仔若摇歌摇会到的时阵，咱有一位观众朋友，就是要送你一领吼，咱这个6尺、7尺，咱这个皮啊吼，谢谢。我来头一首《汪丽友》，Only You。这首共款甲迄首吼，只有你啦。我咧讲，迄首我问天的，迄首国歌，就要变国歌，大家拢爱唱。第2首就是这首啊。对。共款3字哦，准备。只为你去袂分拍。梦中情一场梦，梦中情一场
叹，一生啊只为你痴迷魂芳，一生啊只为你痴迷魂芳。汪丽瑶啊，这个成名曲叫做什么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，若知影是节目的专线电话，就是这只0483263117，赶紧甲卡入来，甲卡入来参加抽奖。所以去要来甲带来一首呢，这个国语的歌曲。这个歌曲的时，都在音乐的时阵吼。就充满了这个感性，听了后，心了有这个幸福的感觉。好，来，我来甲献唱这首歌曲。四字哦。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，多少的恩怨已随风而逝，两个世界继续自命。在离散与诉相思，这天上人间可能相聚，听那杜鹃在林中倾听，不如归去。不如归去，啊啊啊！不如归去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的心大家又看卖了。我这边主是要来走一底像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呢，要来甲公布就这个答案。咱伫像这个节目当中呢，
好听拢伫遮，歹听你听袂着。哦，包括像这个国语歌，哦，像这日语歌、英语歌一半底啊。哦，但是呢，咱做这个节目的时段，伫这个2、3点啊，你若唱这个英语歌吼，这个本身就是咱观众朋友听较无，哦，无要紧，来，我即摆主持来甲奏一对做这个热门的音乐。时间的无情啦，毋是你我无缘，不要紧吼。来，咱即摆要甲做一个杂志的这个动作。来，即摆来甲做杂志哦，吼，谢谢。即摆要来公布答案啦哦。头一首歌曲。为着你身躯的麦粉香，麦粉香。哦，来。第二首呢？第二首国语歌曲，国语歌叫做《庭院深深》。来哦。哦，观众朋友，今仔就是我遮济人啦吼，我骹手算足紧的，消到济哈。好，尽量互咱观众朋友拢会当上线，你若约着拢会当上线，谢谢你们哦。老师来安排第3首歌曲哈，第3首歌曲来做安排的时阵，今仔日芳玲来等下来进一段广告。讲到这广告吼，我嘛是足长的时间无甲咱观众朋友来分享啊。因为这项物件伫咧做的时阵有时间性，伊制作过程要甲规冬的时间有这开伫咧，所以讲你要甲我买的时阵无定有，我若无到货的时阵就唔敢讲，因为去互人客甲我了害伊啦，好来，今仔日要甲咱观众朋友来分享上介厉害的哈，来进广告。咱今仔再次邀请到咱这国宝级的咱的黄教授到现场。大家好，来教授啊，係。那讲到阮这教授吼，这忙这中草药超过50档的时间啊。伊若讲中草药，那台湾伊讲伊第2名，无人敢讲伊第1名的啦。50多年啊！对啊，真正无简单啦。阮少年哦，忙到即马。今年已经要80啊呢，讲着吼，讲要甲我讲伊要退休啦，我讲你若要退休会使，先搁来甲来，咱的义大旁关声吼，甲咱观众朋友再次搁去演一下咧。照这日头足辛苦呢，安尼，爱晒日头啊，是啊，当露水啊，着搁再热得啊，来浸溪啊水啊，叫全国发财啊。所以人听甲大家学落来读字啊。你若像咱教授咧讲的，人伊要制作这绿豆吼，爱200几工的制作过程，所以讲伊1年才有法度做1批，做1批尔哈。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你咧食到教授咧介绍这种绿豆红，真正是恁的福气啦。咱的绿豆红吼，自介绍到即马已经10档的时间啦，轰动全台湾啦，百毒百解。做体内环保，佮无咧分吼，寒人食会使收冷袂，会收热袂，拢总袂哈。这吼，冷热不和人拢会使食一下。对，这会使讲吼，像讲咱做侪时段，讲伊苦啦、臭啦，安尼甲人讲话时阵气味有够歹这啦。气大个啦。对啊。有人喜安尼吼。哎呦。这1、2罐啊，就好甲你啊。你若定安尼吼。免开刀啦。若讲去区便所吼，等着爱叫这啊。这来甲食真正有够好足好用的。佫有一种，就是迄吼，真侪时段你若长期伫咧食这食西药，
哦，啊，食西人讲药毒啊，食到尾的时阵吼，拢安那白酱料，药毒生东生西呢。是啊，你讲老师讲安尼吼，咱南投吼，观众朋友捌听我讲过哈，咱南投迄秀琴姐啊，秀琴姐才咧讲吼，伊原底哦，即个所在安尼生一丸，啊，食咱的绿豆吼，食两罐经过时阵哦，迄完全翻变去，嫩，啊，全翻变去呢，2个月尔，所以讲吼，这生伫即内底哦，啊，搁有。咱这住伫高雄迄南仔坑啊，咱咧米外仔姐，迄米外仔姐讲吼，芳玲啊，啊，我都像你讲安尼，我药啊吼，慢性病伊都有糖分啦，食10几年啦，食到超7、8档的时阵哦，拢安尼上安尼了，会咬白呢？了到暗时啊，拢无法度困困啊，无法度。结果伊讲安尼，先甲咱试2罐尔，2罐食完尔，讲有一天敲电话来讲，芳玲啊。啊，原来即马暗时拢法度一醒到天光呢，学了到10次啊，无搁再了啊！啊，教授，咱进前伫咧卖的时阵吼，咱就一罐都是卖安那，2000块，阮一罐都是卖2000块。60粒了哦。啊，今仔日来到现场的时阵吼，教授啊，互咱观众朋友欢喜者，足侪观众朋友虽然10档的时间，足侪人食好对无？咱今仔日搁互人食好，甲咱斗相报，好无好？安尼啦。好。今仔买一罐60粒2000块。是。特别叫一罐。食咱的，安尼今仔要买一罐哦，搁送一罐，送一罐，安尼共款是安尼2000块哦。对。哦，观众朋友欢喜啊，扣着啊哈。赞。啊，若要买大组嘞，大组就是爱4盒了嘛。4盒就是4000块嘛。4000块。4000块咯。系啊。啊，今仔日我咧讲啦，互咱观众朋友吼，食甲会欢喜，食甲一后搁甲咱斗相报，安尼好无？我咧讲安尼，芳玲。好。这若开咧，嘿。是我的。安尼。这咧就像讲咱咧讲遐好用。这4罐你甲继续你甲服用，这罐这咧无搭无沙无感觉。没有感觉哦。我你讲哦。好。你村里拢寄等个现原，原金退现。安尼观众朋友，你今仔电话要赶紧打。银鱼钱到换钱。对。艰苦赚来，袂少恁食唔知，吼，只好拜托，甲我斗广告一下。来，今仔电话甲卡通下，大组的就是买4盒，再加送1盒哦。对。同款是甲你收4000块尔，一盒剩800块。观众朋友啊，你要买到这尔高纯度的，这尔好的，而且已经卖10档的时间，咱的国宝级的绿豆黄，来，观众朋友伫遮哈，电话互恁卡，那芳玲咧介绍即种咱这个绿豆黄啊。介绍到即马已经规10档的时间，100多100届，什么人客拢总见到，甚至有迄人客啊，生迄人讲啊，鱼兰皮迄啊，而且来一粒，啊，甚至阿妈滚即个所在拢安一粒对无？食的真正是安尼，豆全后落掉去，后全直平去。这若我拜托的吼，有咧做事人啊，有咧普龙药啊、西药啊吼，要普龙的进前吼，绿头甲正2粒。那个普通药啊，唔免惊讲，哎哟，薰衣老鼠来赶咧，臭光光，老鼠来赶好，这你个食落安，足好。真正有够好的哈，100到100届。产品这尔好，咱黄教授特别咯，咱每一批的绿豆黄，这拢有经过检验呢。SGS 是，这是 GMP 大药厂监制。对啊。这是浓缩的哦。是。吼，佮甲萃取起来哦，拢食了精华。高倍数浓缩的，对。所以讲咱真济时代，你即马咧食咱的绿豆黄，唔免食真济，你都差不多安尼，若枯燥啦，吼，火伫咧热的时阵，大概3工就会知影。对。哦，效果真正好了啦，全部晒汤头好食，甲咱斗广告啦。感谢咱教授啦，今仔买1盒送你1盒，啊，你若买大组，等于是买2盒，2盒才4000块对无？佮加送你等于3盒，送互咱观众朋友，互你甲你结缘哦。来5盒无？4000块。来电话互恁卡，0800-815-8100-0800-815181。电话紧卡哦。卡通身体你都健康。对。谢谢大家，感谢。好啦。喂，阿鸾姐啊。喂。阿鸾姐你好。嘿，我捌买过啦。安尼哦，你也捌买过哦。嘿。阿姐，你食安怎？你甲咱人客讲者，赞无？啊，我都食身躯嘛会上咩？我都食迄老人药，我食较久。嘿，安尼哦，阿姐，我甲你请教。顶摆就是喙，嘿，喙齿生白膏，搁喙臭臭，还是困起来。嘿，啊，食有改善。安尼哦，有改善啦吼。我咧讲，这绝对会改善。啊，这搁摕2罐嘿。好，搁2罐吼，好，我咧写开嘿。好。食这绿豆黄，皮肤较水。较袂安尼粗粗吼，
我较早才有生吼，啊我买生杯蛇，嘿，生去食，嘿，啊我买来食吼，嘿，啊食了全呢，也袂安尼甜，啊也袂安尼有，安尼哦，好，我毋知讲绿豆黄袂歹。好，谢谢。你看咱中华李燕姐姐哦，生杯蛇，这是伊家己讲的哦，吼，来。伊安尼我咧讲哦，伊讲杯蛇生过了，啊，毋是拢咻安尼来，伊走神经的，神经痛。结果食咱的绿豆黄，食到即马拢总好去。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你若是进前都安尼哦，安尼杯蛇生，啊，你讲嘛，有诶规10年拢啊，搁迄个所在拢啊微壮哈。我咧讲，你即马甲食看卖，你就知。喂，你好，喂，嘿，新朋友你好吼。你啊，迄过敏的敢会使食？来哦，你线卡我甲你服务哈，你等下哦嘿，来线卡甲接落去哈，0800-815181，0800-815181。咱若是咱的绿豆黄是顺果发制，制作过程爱200几工，内底我就是互你60粒装的。平常时啊保养口臭、气味无好，甲人讲话喙爱往一边的这，定安尼打吼啊喙真打真苦这啊。2粒就好，一工食2粒就可以啊哈。你来甲食看嘛，3工就拢互你改善啊。如果你若长期有一寡慢性处方签伫咧食，啊，我都长期慢性病，我药啊伫咧食，食到即马皮肤拢会过敏啊呢，白上了药啊伫咧食，啊药啊拢接上甲呢，暗时拢困袂去，去注射食药啊，无讲啦，无法度长期的这，你爱食绿豆黄，伊叫做百毒百解，体内环保哈。若讲吼，厝内底爱摒扫对无？你体内共款爱做摒扫哈，真正，互咱观众朋友伊会叫我咧讲，暗时啊佫会较好困，减轻你的疲劳感，无大劲，吼，火气若举，哇，便所若咧去的时阵，疼甲安尼，就生一丸出来这啊，甚至吼安尼滴过来滴甘火珠啊这，你爱赶紧食哈，来。0800-815181，0800-815181，今仔是等于买一盒送一盒2000块。你若甲我买大组4盒，我们4盒就是4盒，4000块对无？佮加送一盒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大哥你好啊。你要爱绿豆黄吼？你等我好来，你然后细组你等我，刷卡甲你接落去，你等我者哦。嘿，好。来，刷卡吼，11先个者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这你好。我新朋友呢。我知，你要大组啊，细组啊？我要细组就好，好不好？会使啊，吼。我食看卖。好，我讲先甲你下台，等下甲你问主机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新朋友今天比较多吼，来，喂，你好，新朋友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大哥，你新朋友吼？啊，我即摆先甲你下台，等下甲你问主机，你要大组啊，细组的？细组。好，啊，我先甲你下台哈，啊，你再等我者，等下甲你回电话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新朋友吼，这个时间拢总满线，所以讲无法度甲恁马上甲恁抄主机哈。互阮小姐即马电话接了，等下拢总伊较紧甲你回电话，莫互你等伤久。来，电话赶紧卡哈。芳林即组绿豆黄就是阮开播时阵卖到即马哈。喂，你好，邱太太。喂，邱太太。好，绿豆黄吼。邱太太。啊。你要绿豆黄吼？嘿，啊，要大组细组的？细组。啊，我下台哈，我有你的主机哈，谢谢你哦，嘿，感谢。来，0800-815181。好，来，我来，谢谢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哈，邱太太也好，也是讲咱拄则大哥大姐来线顶，包括讲即马线顶还佫有真侪咱观众朋友新朋友31366吼，啊，佫有咱61784这样。接电话来。来，感谢哈，喂，你好。买到吼，真正是祝福气的吼。来，咱就叫做台湾的国宝吼。你若体内面的时阵呢，若一寡有像这毒素、毒火，伊就引起讲像这个肝会无好。肝呢是咱像这个人体为伊个解毒的工程。肝若毒，伊就本身的身久了后当中就会dengue去，吼，就会dengue去。安尼肝这个毒素解袂出来。连带影响着咱这油脂，哦，这油脂的时嘛是伫咧下毒的，吼。啊，有诶讲就是，哎哟，我本身的时阵呢，做这个有糖尿啦，糖尿的时候叫肉毒症，吼，熬食熬啉毛病。
即款的组织拢甲毒素有关系就对。大家嘛希望讲，在大的即个厝内面的时阵，爱清气性，咱嘛希望讲共款原理，咱会从这身躯腹内面食遐尼济物件，食遐尼济化学的物件，食遐尼济即个药的时阵，迄种有毒素，甲清掉，清掉的时阵，自然的体内面就无火甲无毒，伊就未生歹物啊。体内面若无毒甲无火的时阵，你暗暗时就好困，你就喙袂焦、袂苦、袂臭，大便你就袂闭结。安尼即个原理就对，观众朋友，咱不时的当中有诶做这我困袂去啦，迄款就火大，我就本身酸痛啦，我倒一位的时阵对无得食一寡慢性病，即个处方签，即款的即种有毒，甲清出来，清出来先才会平安哈。好来，我即摆先来摸菜者啦，因为咱拄则有咱足侪咱观众朋友来要歌对无？来，恁电话赶紧搁卡，搁继续卡线卡服务小姐搁继续甲恁做服务哦来，因为这无抗剂才做一批尔嘿。来哦，今仔日什么人？哇！来，我啦这林娇月姐姐，娇月阿姐来，娇月姐姐，恭喜你哦！音乐甲走入去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老师来安排一首歌曲，阿芳玲会记得观众朋友我稍等咧，伫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，咱若讲有需要芳玲做服务的，阮有2点钟久线卡，你也想看嘛？这安尼制作过程200几工伫咧啦，莫怪咱真侪时段食过了后，拢干那烦恼讲芳玲啊，当时才搁甲恁介绍。安尼讲区便所先讲安尼爱区呢，区3、4工、4、5工安尼还佫区袂出来。大枪火大，肠火大安尼啊，食几工。食过顿工的尔时阵，都安尼伫咧解就真好势。13工了后先，嘿，有影好哦，工里嘛，我要咧斗相报安尼，伫咧娱乐。好，谢谢。你才知影讲人的物件强啦。来，我继续甲恁接服务啊，嘿，谢谢。无论你怎样窈窕美丽，我已经不再为你一切。你的形象，你的一切，总是引起我心内的怨气。管春风怎有吹，也是吹的是我白的魂飞，今夜又是淡的月。无论你怎样情意对待，我已经看破了你心内。你的虚情，你的假爱，总是枉费我纯情的目屎。春风怎
经我无会笑，我微微的悲哀，今夜又是浸在苦恼的海。春风雪又吹，也是吹袂死。我抱的